約翰福音第13章1至到17節。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裏，這知道自己是從神出來的，又要歸到神那裏去。隨後把水倒在盆裏，就洗門徒的腳，並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乾。耶穌回答說：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後來必明白。西門彼得說：主啊，不但我的腳，連手和頭也要洗。耶穌原知道要賣他的是誰，所以說：你們不都是乾淨的。耶穌洗了他們的腳，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對他們說：我向你們所做的，你們明白麼？你們稱呼我夫子，稱呼我主，你們說得不錯，我本來是。我給你們做了榜樣，叫你們照着我向你們所做的去做。讓我哋一齊讀最後一節。你們既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今日嘅講員係鄺偉傑牧師，佢主題係羔羊的愛。請鄺牧師。弟兄姊妹平安。由今日開始，一連3個主日，加埋受苦節當晚，我哋會有4堂嘅信息，係會有一個嘅預苦期嘅小型講道系列。題目係叫做羔羊君王。我哋會講4段耶穌嘅事蹟，分別就係耶穌佢為門徒洗腳，耶穌佢輝煌嘅進入耶路撒冷城，同埋佢嘅受死、佢嘅復活，一齊去經歷去紀念主耶穌佢話我哋所成就嘅救恩。預苦期係咩一回事？可能大家都好陌生。我哋教會從來以前都未有咁樣嘅一個咁樣嘅做法。係我哋主任牧師李日同牧師佢一個嘅構想，希望我哋能夠有呢個咁樣嘅時間。藉住呢啲嘅聽道，能夠我哋有個心態上去預備去紀念主耶穌受苦嘅一個嘅可以話聽道嘅操練啦。咁但係呢個預苦期邊度嚟嘅咧？我哋可能聽好多關於咩將臨節就聽好多，但係預苦期點樣嚟嘅咧？其實呢個嘅可以話係一個操練係好多歷史㗎啦。咁一般嚟講，好多嘅基督教嘅宗派或者天主教都會咧喺嗰個聖灰日，即係所謂個嘅灰星期三 Ash Wednesday 開始咧，一年嘅60唔係講一年嘅40日，咁咧就去有呢個禁食同禁欲嘅時間去操練自己，為期6個半禮拜。可能你會諗，6個半禮拜點會係40日咧？咁樣係。點解咧？因為咧，佢哋只係星期1到星期6先至會有咁嘅操練嘅，星期日係唔計，所以咧你6乘4唔係6乘6就36，加埋個半個禮拜，啱啱40日。
就係預苦期，或者我哋叫做四旬期，即係4個10日呢段時間呢個嘅操練。咁呢個起源睇翻去初期教會咧，已經有一段嘅歷史。初期教會啱啱開始嘅時候，每個主日星期日都紀念主耶穌嘅復活，去敬拜主。但係每逢去到逾越節嗰個嘅週末咧，更加會有入教儀式，就係一啲慕道者佢哋會洗禮，一同嘅去領受聖餐，加入主耶穌嘅身體啊！大家都知道，洗禮係一個信徒佢去公開佢嗰個信仰嘅一個嘅儀式，去宣告佢信主嘅決定啊，亦都係宣告佢與主耶穌結合，同佢同死同復活，同時加入主耶穌嘅身體。所以初期教會佢哋喺呢個逾越節，當慕道者佢哋受洗，同埋佢哋一齊領受聖餐嘅呢段時間，唔單止慕道者本身，佢哋會有嗰個禁食嘅時間，教會整體本身都一齊同嗰啲慕道者一同嘅禁食，一齊去即係操練自己，提醒自己要同主耶穌要聯合。所以同主耶穌聯合係預苦期呢個開始嗰個一個重要嘅目標，一個目的嚟嘅。同今日經文亦都係有呢個即係可以話係異曲同工之妙啊！因為當時讀到最尾嘅時候，主耶穌都提醒門徒話，即係你哋係學生，唔可以大過夫子，你哋要照我榜樣去做，就有福啦咁樣。耶穌講嘅呢個嘅整個嘅教導，要為門徒洗腳，最終佢要提醒門徒要學佢嘅榜樣，要同佢合一嘅一同嘅去實行呢樹主耶穌嗰個嘅所教嘅事情。咁耶穌所教嘅係乜嘢咧？咁你大家如果有印象，我舊年都講過呢篇嘅經文嘅咁樣。所以今日我嗰個嘅進路有少少唔同啊！我上一次我講到會特別係側重咧，即係猶大同耶穌嗰個關係，耶穌點樣去看重猶大，嘗試挽回佢，將佢安排喺嗰個佢左邊一個上賓嘅位置，更加為佢洗腳，冇嫌棄佢。所以我今日唔重複呢啲嘅內容，我今次會側重翻頭嗰5節嘅經文，更加係同大家思想究竟喺頭5節嘅裏邊，主耶穌同天父佢所做嘅呢個嘅行動，對於門徒嚟講，除猶大以外咧，嗰11個門徒嚟講有啲咩意義？佢特別強調呢啲門徒要學佢嘅榜樣咧咁樣，呢個係今日嗰個嘅重點。嗱，首先我哋睇睇第1節先。第1節呢個經文，如果你留意嗰個嘅結構嘅時候咧，係咁樣嘅。我將第1節呢句句子個結構就用個圖表去表現出嚟。其實喺希臘文裏邊，嗰個主要動詞啊，係最後尾耶穌嗰句説話，就愛他們到底。而前邊嗰啲嘅説話都係去解釋點解耶穌要愛他們到底。希臘文裏邊有叫分詞嘅一個嘅文法嘅用法啦。分詞就係一啲嘅動詞，但係嗰個動詞本身咧，佢係攞嚟解釋或者形容嗰個主動詞，或者係嗰句説話嗰個主體個 subject 呢一啲嘅形容詞嚟嘅。即係話前面耶穌話逾越節以前啊，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嘅時候到了啊，佢就愛嗰啲世間屬自己嘅人。呢一大堆嘅説話咧，都係解釋點解耶穌後尾佢話我要愛他們到底，或者講一啲嘅條件，嗰啲條件成熟啦，所以佢可以愛他們到底啦咁樣。咁所以我哋首先要明白咗前面嗰堆嘢啊，講乜嘢先啊？其實好多時咧，前面嗰堆説話時候到了啊，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咁，我哋會好快略過咗嘅。我哋會以為一啲即係都知㗎啦，咁到時候啊嘛開飯啊咁樣，耶穌就要咧要為門徒洗腳咁樣。我哋冇從來嘗試去解釋呢度呢啲嘅內容，其實呢啲內容對於成段經文係非常重要。首先時候到了，講緊咩時候？
其實你睇翻約翰福音成本福音書嘅時候咧，嗰個時候呢個字咧，有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嘅。因為耶穌開始嘅時候咧，已經好多時提到話時候未到，或者時候將到。記唔記得耶穌同嗰個撒瑪利亞婦人談道嘅時候，講到邊度敬拜嘅時候，耶穌點講話？佢話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嗱，真正拜父嘅，用心靈同誠實拜佢。有個時間不斷逼近，呢個係講緊咩時間啊？嗱，我哋睇一啲經文，約翰福音7章30節，他們就想捉拿耶穌，只是沒有人下手，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他們係講啲法利賽人，哇！聽到耶穌嘅教導好有權柄，將佢哋嗰啲嘅衰嘢揚晒出嚟，佢哋好嬲，想捉拿耶穌。但係耶穌話時候未到。呢個約翰話時候未到啦，係咪耶穌講？跟住8章20節一樣啊。這些話係耶穌喺殿裏邊嘅庫房教訓人嘅時候所說的，也沒有人拿他，因為他嘅時候還沒有到。你以為未夠鐘啲嘢唔發生啫咁樣，其實你諗真啲，呢兩句説話嘅背後係充分表現出主耶穌嘅掌權。點解啊？點解耶穌要等到即係幾年之後逾越節嘅時候，猶大出賣佢，佢先至被捉拿？唔係之前啲人唔想捉拿佢。喺開始嘅時候，耶穌出嚟教導人嘅時候，佢喺聖殿裏邊教訓人嘅時候，嗰啲嘅法利賽人已經想捉拿佢。點解未發生？唔係咩原因？係因為耶穌嘅時候，耶穌所掌管嘅時候，佢控制嘅時候仲未發生。即係一開始約翰個描寫呢個有個時間不斷喺度倒數緊嘅，但係未發生，係因為一切嘅嘢喺耶穌嘅掌控當中。耶穌嗰個主權，佢嘅掌控係約翰福音裏邊一個好重要嘅主題，甚至乎到今日呢段經文裏邊，耶穌佢被出賣唔係意外，係時候到咗，係耶穌所定嘅時候，父神所認定嘅時候到咗，嗰件事情先至發生。嗱，我再睇下一段經文，咁呢個係一個咩時候啊？係佢被捉拿嘅時候。同時一個主得榮耀嘅時候，喺第12章23、24節，耶穌話：人子得榮耀嘅時候到了，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嘅子粒來。同樣講到耶穌被捉拿，然後佢被審判然後佢被釘死。你上次講到都提到。好奇怪！原來神得榮耀嘅時間，人子得榮耀嘅時間，唔係佢受死之後復活嗰段時間。都要再次講出耶穌得榮耀嘅時間係佢粒麥子落在地死了嘅時間，正係顯示出有時人睇事情同神睇事情係好唔同嘅。對於人嚟講，我哋認為耶穌復活好重要。保羅都話：如果冇復活嘅時候，我哋信嘅就係徒然啦。如果人冇復活嘅話，我哋信咩咧？我哋信福音，我哋唔會有永生啦，係咪啊？對於人嚟講，復活好重要，提醒我哋人死唔係如燈滅，我哋死咗之後唔係咩都冇晒。人死之後，我哋要會復活，去面對神，面對審判，而信神嘅人就會有神嘅赦罪救恩進入永恆嘅裏邊。對人嚟講，復活好重要，但係對於神嚟講，一個永恆嘅神嚟講，復活唔係最重要，反而係即係對於父神嚟講啊，聖子嘅順服更加重要。所以當聖子願意受死嘅時候，佢願意被人被出賣嘅時候，呢個已經係神得到嘅最大嘅榮耀。所以上一次講到都提到呢段經文，當猶大出去賣佢嘅時候，他既出去，耶穌就說：如今人子得了榮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榮耀。
所以時候到了，我想大家能夠清楚明白到呢度講緊嘅係耶穌被捉拿受死嘅時候到了。跟住耶穌就話：佢要離世歸父。佢既然愛世間屬自己嘅人，離世歸父嗰度離世係指佢升天啊！大家唔好以為佢受死嗰樣嘢，因為開頭呢個時候表示佢受死被捉拿，跟住佢離世表示佢升天。因為離世歸父係大家如果聽到我講道都知道，喺成晚嘅嗰個嘅就第13章到16章嗰個嘅講道嘅裏邊，耶穌多次提到佢要離開門徒。但係佢會再翻嚟去接佢哋去到天上邊，所以呢度講到離世係講到佢嘅升天與神同在。佢離世歸父，因為佢點解？佢同時佢愛屬自己嘅人。而呢處佢話佢愛屬自己嘅人係講緊除猶大以外嘅11位門徒。喺之後第15章耶穌話：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就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不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睇到一個分別，猶大耶穌稱呼佢同呢11個門徒同猶大有少少唔同。呢11個門徒係佢所揀選，係屬於佢自己嘅。而以下落嚟，耶穌話愛他們到底，係純粹指呢11個門徒。所以我哋要解呢段經文嘅時候，我哋要了解耶穌話呢度愛他們到底係做啲乜嘢嘅時候，我哋必須要謹記嘅就係話呢個行動係因為呢11個人佢所揀選嘅門徒而做出嚟。咁究竟耶穌話愛他們到底係指咩嘢咧？咁樣好多人都會即係以為愛他們到底就釘十字架咯咁樣。你諗真下，諗清楚啲。如果之前嘅解經你明白嘅話，呢個解釋唔成立。點解啊？因為時候到了已經代表咗佢要被捉拿受死啦。咁樣我到底又要點會重複翻前邊嗰個意思咧？唔會噶嘛，係咪？因為我睇唔到底係因為佢時候到了要被捉拿受死，先至佢會做個行動啊嘛。愛他們到底係指乜嘢咧？其實就係指佢為門徒洗腳。但係為門徒洗腳有咩咁重要咧？嗱，我哋睇下經文上點樣去支持呢個講法先。我哋睇第2到第5節嘅經文，呢度亦都係一個我將2到5節呢個經文嗰個嘅結構去表現出嚟一個嘅圖表啊。你會發現到其實2到第5節係一句好長嘅句子嚟，而呢個句子個結構同第1節係好相似，都係句子嘅最後係先係主要動詞。由第4到第5節，耶穌站起來，脫了衣服，束腰，倒水，跟住咧去幫門徒洗腳、抹乾呢啲嘅行動，呢所有嘅呢成組動詞，一連串動詞都係主要動詞。而呢佢嘅行動本身都基於之前嗰啲嘅分詞，即係嗰啲嘅形容詞啊，就係話晚飯嘅時候到咗啦，即係時間到啦，逾越節到啦。第1節講逾越節到啦，跟住晚飯時候到啦。嗰啲嘅敘述好相似嘅，耶穌又知道咗啲嘢喎，知道啲乜嘢啊？佢要即係翻去父神嗰度啦咁樣，結構非常相似。所以第2節呢個好長嘅句子，其實係第1節嗰個嘅延續，同時係補充第1節嘅內容，解釋咗愛他們到底係咩行動，為門徒洗腳，而嗰啲嘅因素啊嗰啲嘢同第1節係好相似。時間到咗，而佢知道佢要離世歸父，所以讓我哋去思考究竟洗腳呢個行動嘅意義嘅時候，我哋重溫翻先，就係我上一次所講到一啲嘅觀念先。首先，洗腳係一個好卑微嘅行動。以前嘅猶太人着嗰啲係一啲嘅類似涼鞋咁樣嘅一啲皮質嘅鞋，露晒腳趾出嚟，所以咧行完路之後隻腳污糟晒。所以你一入屋嘅時候咧，都會即刻洗腳。而當時洗腳呢個行動係一啲嘅僕人所做，而通常係一啲喺呢個僕人嘅階層裏邊最低層嘅僕人幫你洗腳。即係話佢唔會叫嗰個管家幫你洗腳嘅，係最低層嘅僕人，通常係外邦人幫你去洗腳。
呢個係一個最卑微嘅服侍。所以當時啲門徒去晒食最後晚餐嘅時候，個個都唔肯幫人洗腳，喺度坐低晒，喺度攤大啲腳等人幫佢洗，又冇人嚟幫佢洗喎，咁樣個個喺度，即係冇人肯洗嘅時候，耶穌自己首先幫門徒洗腳，因為呢個係一個好卑微嘅服侍，冇人肯做嘅。但係從跟住耶穌嘅對話裏邊，我哋發現到耶穌洗腳係有一啲嘅嘢要教佢哋嘅。特別我哋睇翻第8節、第10同第11節，就顯出咗其實背後有啲含義。第8節話，彼得話：你唔好幫我洗腳啊！我點配啊？咁樣。耶穌說：我若不洗你嘅腳，你就與我無份了。耶穌說：凡洗過澡嘅人，只要把腳一洗，全身就乾淨了。你們是乾淨的，而不都是乾淨的。第11節，耶穌原知道要賣他的是誰，所以說你們不都是乾淨的。我上次都講到，其實呢個字乾淨啊，唔係淨係講你外表好乾淨啊，沖咗涼好冇臭味、冇汗味嗰啲嘅乾淨，唔係呢個字乾淨係一個絕對嘅宗教用詞嚟，係純粹去講一種禮儀上嘅潔淨。喺聖殿裏邊嗰啲嘅敬拜嘅器具、燭台啊，就係用呢個字乾淨，表示佢係禮儀上潔淨，可以嚟敬拜神。又或者一個人佢有麻風病，或者掂到啲嘢唔乾淨，掂咗屍體之後佢不潔淨嘅時候，佢要獻祭啊，佢要齋沐浴咁樣。佢當佢去潔淨咗之後，被祭司檢查過潔淨，可以做翻一個正常人嘅時候，嗰個乾淨嗰字就係呢個字。所以呢個字絕對唔係普通話你洗碗乾唔乾淨嗰個字，喺個宗教上係咪一個可以蒙神悅納嘅人咁解？耶穌話：你哋唔係個個都乾淨，只有你哋11個乾淨。即係其實係回應翻之前我所講嘅，呢11個係被主所揀選嘅，係屬於主嘅，亦都係佢哋係相信主、跟隨主、願意即係承認自己即係耶穌係救主嗰班嘅門徒。唔同猶大會出賣佢，而呢一班門徒等於我哋啲今日基督徒一樣啊！我哋已經信耶穌啊，我哋相信佢啊，我哋已經係神嘅兒女啊！咁我哋已經係一班乾淨嘅人。但一班乾淨嘅人要點樣啊？耶穌話：你哋雖然乾淨，但係咧都要俾我去幫你洗一洗。但係當彼得話：咁你洗咪洗，幫我全身都洗啦咁樣。耶穌就話：唔係，唔使全身洗，點解啊？耶穌都用緊一個舊約祭司嗰個嘅受職嗰個嘅背景去講呢個比喻。舊約個祭司當佢受職嘅時候，佢第一次要做職事嘅時候，咁佢有個儀式要被膏立嘅。咁佢膏立之前咧，佢就要即係潔淨自己啊、禁食啊咁樣啊。咁跟之後咧，佢潔淨咗啦，咁啊穿上個祭司袍被膏立。佢成為祭司啦，嗰個係佢職分嘅開始。但係當佢有呢個職分之後，佢每日去獻祭嘅時候，朝頭早佢都首先洗手先，佢要洗手潔淨佢個自己，咁佢嗰日都先至可以去獻祭。呢個嘅比喻提醒就係話，我哋呢班嘅基督徒，我哋已經即係蒙神去拯救，我哋已經歸信耶穌，已經係潔淨咗。但我哋每天都要同主有相交嘅時間，去維持呢個關係，就好似個祭司咁樣。佢係潔淨咗，佢已經被膏立做祭司嘅時候，但佢每日都要去洗手，去維持佢呢個狀態，去做佢嘅職事。所以耶穌講緊話：你哋係班潔淨咗嘅人，你哋係我所揀選嘅，但係你哋依然要咁樣做，被我服侍。同時，你哋要互相服侍，去維持呢個嘅關係。並且佢強調，最後尾強調，我為你哋作咗榜樣啊嘛，你哋照住去做就有福。我哋照耶穌嘅榜樣，佢服侍我哋，
我哋去互相服侍，我哋諗到就係我哋每日喺主嘅愛嘅裏邊，我哋咧靈修祈禱，維持與神嘅關係，亦都彼此相愛，互相嘅服侍，咁梗係有福啦咁樣。呢個解釋係我哋好多時都會諗到嘅解釋，一個好籠統嘅解釋。但係呢個解釋唔得具體，亦都唔能夠將呢段經文特別前5節裏邊嘅內容完全嘅去考慮到，因為前邊嗰度嗰個剛才所睇到嗰個經文，除咗耶穌佢知道自己離世歸父嘅時間到咗，佢之後為門徒洗腳之外，有2個重要嘅元素，我哋剛才我係未講嘅。第2節咩嘢發生啊？魔鬼將賣主嘅意念放喺猶大嘅裏邊。第3節做乜嘢？同時神將萬有交喺主嘅手當中。好多時我哋解釋耶穌洗腳嘅呢個行動，我哋冇解釋呢2樣嘢。究竟呢2樣嘢點樣導致耶穌即刻要去幫門徒洗腳咧？我首先諗下，係魔鬼佢將賣主嘅觀念放喺猶大嘅裏邊，所以猶大出賣耶穌。點解魔鬼想咁做啊？梗係啦，耶穌嚟到世界係神嘅兒子，都唔知想點即係將佢殺死咗嘅時候，佢咧冇咩作為，咩都做唔成啦嘛，係咪？神知唔知魔鬼想咁做啊？梗係知啦。所以神將萬有放喺主耶穌手裏邊，呢個行動應該係去回應魔鬼嘅行動，亦都去還擊 counter attack。呢件事情點還擊？點還擊魔鬼嘅行動咧？魔鬼你睇件事情發展好順利嘅喎，哇！猶大出賣佢，帶人嚟捉佢，跟住咧佢就被審問，然後被釘死咗，之後復活。魔鬼做嘅嘢做晒嘅喎，跟住耶穌復活咗喎。但係呢樣嘢同門徒佢幫門徒洗腳有咩關係咧？如果你記得我之前講約翰福音第15章嘅時候，我都講到萬有，都要講到話耶穌神將萬有交喺天父嘅耶穌嘅手裏。我就解釋萬有係神嘅豐盛，藉住真理同埋教導，耶穌教導門徒，讓門徒去得享豐盛。呢個解釋放喺啲樹，好似唔係好啱牙，唔能夠將即係呢度所講嘅嘢完全發揮出嚟。因為我哋睇唔到一個好重要關鍵，就係將萬有同耶穌歸去天父嗰度放埋一齊。如果我哋將萬有同耶穌歸去天父嗰度放埋一齊睇嘅時候咧，完全清楚晒。呢個字萬有一個非常普通嘅字。即係就好似我講嘅所有，冇宗教含義，冇性嘅，即係所有嘢。中文話或廣東話冚唪唥，台山話阿羅，我哋經常會講嘅呢個字，佢冇宗教含義嘅。所以呢個字好普通，但係當我哋放喺話父神將萬有放喺耶穌裏邊嘅時候，就一啲都唔普通。喺聖經裏邊係咩情況？耶穌掌管萬有啊，同時佢喺父神嗰度啊，有經文描寫嘅喎。我哋睇睇以弗所書1章，點解翻咗轉頭嘅？係以弗所書1章22、23節。經文話，又將萬有伏喺佢嘅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教會係佢嘅身體，係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呢個保羅描寫
耶穌基督升到天上邊，佢掌權做王嘅時候，萬有喺佢嘅腳下，意思同耶穌對嗰萬有一樣。而呢度講到係耶穌嗰種掌權，耶穌掌權坐作為王，佢做緊乜嘢咧？佢係咪咁坐度乜都唔做咧？唔係嘅。再睇羅馬書嘅時候，第8章34節，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裏復活，而今在神嘅右邊，也替我們祈求。耶穌佢喺天上邊掌權，萬有喺佢腳下嘅時候，佢同時喺神嘅右邊不斷為我哋祈緊禱。佢祈乜嘢啊？佢為咩祈禱啊？睇翻之前經文第8章嘅第28同31節，我未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嗰啲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既是這樣，還有什麼說的呢？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呢度講到呢個萬事，其實就係萬有嗰個字，同一個字。耶穌喺天上邊，萬有喺佢嘅凳腳之下，佢掌管萬有。而同時佢喺天上面不斷祈禱，叫呢啲萬有都互相效力，叫我哋呢一班，亦都叫當時嘅11個門徒嗰班佢揀選嘅、屬於佢嘅、佢所呼召嘅人得到益處。點解啊？因為有人敵擋我們啊，有人想去破壞我們啊。邊個敵擋我哋？邊個破壞我哋啊？魔鬼。罪嘅權勢，呢場係一場屬靈嘅爭戰。當魔鬼將賣主意念放喺猶大嘅裏邊嘅時候，神同時做緊嘢。神話佢將萬有放喺主耶穌嘅手裏邊，呢個就係一個嘅行動，去回應魔鬼嘅行動，要去將魔鬼嘅行動完全嘅去 neutralize。中文點講啊？即係要去要防禦魔鬼嘅行動，讓魔鬼嘅行動唔會有任何嘅成功機會。魔鬼想耶穌死，係想教會唔出現，而耶穌嘅行動就係要教會出現之後，佢喺天上邊天天為我哋祈禱，確保呢個教會唔會被魔鬼破壞。即係見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魔鬼做一步嘅時候，神有回應，因為一切嘅事情由始至終喺神嘅掌管當中。由最初耶穌出嚟傳道嘅時候，人想捉佢嘅，耶穌嘅時候未到，因為耶穌掌權。跟住到呢個時候到咗啦，魔鬼有行動啦，要用猶大出賣主嘅時候，神都係掌緊權。神將萬有放喺主耶穌個手裏邊，去回應魔鬼嘅行動，確保佢嘅行動唔會得逞。耶穌嘅洗腳背後係一場屬靈嘅爭戰。你好多時諗啊，屬靈爭戰，哇，邪靈啊咩啊咁啊，要好靈恩啊，要趕鬼啊，要治病咁樣。弟兄姊妹唔係啊，耶穌回應呢個屬靈爭戰好簡單。幫門徒洗腳，愛心服侍，喺天上邊佢天天為我哋祈禱，愛心謙卑嘅服侍。你諗下，神天上掌權，竟然佢天天為我哋禱告，呢個係一個最卑微嘅服侍。耶穌唔嫌棄，佢透過佢嘅洗腳話俾我哋聽，佢愛我哋到底。我哋好多時以為啊，耶穌佢成就救恩、復活升天，搞掂，翻去休息，天上面掌權做王，唔係。當佢受死然後復活，個工作先開始。佢喺天上邊掌權嘅同時，天天服侍我哋，為我哋禱告，為我哋到底，愛到底，愛到我哋佢將來再翻嚟嘅時候，當地上邊迎接佢再嚟嘅時候，
嗰日先至完全完成主耶穌嘅服侍工作。愛到底嘅呢個意思。所以其實大家睇到洗腳只係一個比喻耶穌為我哋去代禱，而我哋要用呢種嘅以耶穌為榜樣，我哋應該互相看守、互相嘅代禱，一同去敵擋魔鬼嘅作為，一同去保守教會嘅存在，讓教會合一。我哋咁樣做就有福，因為我哋天天得蒙主耶穌喺天上邊為我哋禱告。而呢樣嘢正係羔羊，耶穌被稱為神嘅羔羊，一個重要嘅觀念。我哋呢個講到系列叫做羔羊君王。我哋講到羔羊嘅時候，我哋就想到一個即係贖罪嘅羔羊，係以賽亞書第53章，佢被牽到宰殺之地，佢喺子母嘅人手下無聲。神將佢獻上為贖罪祭，為我哋去贖罪。佢被壓傷，佢受痛苦，佢諗到嗰個犧牲，嗰個付出。但係呢個並唔係約翰想表達個羔羊嘅全個圖畫。羔羊除咗代表耶穌贖罪犧牲之外，羔羊本身代表住爭戰同得勝。呢件事發生喺逾越節嘅前嗰晚，佢幫門徒洗腳。逾越節本身係一場嘅爭戰。當猶太人摩西帶領猶太人佢哋即係出埃及嘅時候，佢哋過紅海，海水分開，跟住紅海將啲埃及嘅軍兵淹沒咗。喺曠野裏邊，米利暗帶領婦女們敬拜讚美神。佢點樣讚美啊？我哋要歌頌耶和華，佢嗰個得勝嘅，佢將嗰啲馬同騎馬嘅淹沒喺海嘅裏邊。逾越節係個得勝嘅紀念神嘅拯救，將佢哋解救從為奴之地拯救出嚟，得着自由，得着喜樂，係神嘅爭戰得勝。而同時，約翰福音一開始嘅時候，稱耶穌係神嘅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嘅。而同時喺啟示錄裏邊，呢個羔羊係配受敬拜。佢雖然曾經被殺，但佢係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讚。而羔羊佢唔係已經完成工作，去到第14章嘅時候，啟示錄講到羔羊係站立，帶領神嘅子民144000。經文話：我又觀看，見羔羊站在錫安山，同他亦有144000人，都有佢嘅名同佢嘅父嘅名寫在額上。這些人未曾沾染婦女，他們原是童身。羔羊無論往哪裏去，他們都跟隨他。他們是從人間買來的，作初熟的果子歸於神和羔羊。好明顯，後邊呢句説話係講到呢班人係屬於神，係神揀選，係我哋。我哋係嗰班跟隨羔羊嘅，究竟喺度做緊乜嘢？睇翻前邊嗰2章嘅時候，講到一個天上嘅屬靈爭戰，而屬靈爭戰要去延伸到地上嘅時候，羔羊係站喺錫安山上。根據巴維君博士嘅解經，站在錫安山上代表一種準備好，佢係唔係坐喺樹，佢站在一個隨時去迎戰嘅狀態。而點解呢144000呢度講到係要未曾沾染婦女係童身？按照《申命記》嘅背景嚟講，以色列人當佢去參與聖戰嘅時候，去為神打仗嘅時候，係嗰啲未曾結婚嘅男性去做嘅。誰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陣亡，別人去娶。童身代表嗰班係有資格去參與神嘅戰爭嗰班人。所以呢度講到羔羊
唔單止係一位幫我哋贖罪嘅嗰個救主，更係帶領教會一同去面對仇敵，去戰勝仇敵嘅嗰班人。所以屬靈爭戰係耶穌洗腳呢個重要嘅背景，亦都係講緊嘅係佢服侍我哋，為我哋代禱，讓我哋跟隨佢一同去抵抗罪惡魔鬼嘅勢力。今日我哋睇世界嘅時候，我哋見到好多問題，見到好多事發生，好多事對我哋好多唔同嘅影響。我哋嘅生活好多時都面對好多困難，好多嘅壓力，無論係工作上、關係上、感情上，我哋嘅經濟上，我哋嘅健康方面，好多時會有一啲我哋事與願違嘅事情發生。呢啲嘢好可能係魔鬼背後工作。魔鬼佢好有勢力，可以用我哋嘅健康去為難我哋，可以用我哋嗰個嘅經濟狀況去俾我哋有考驗，可以或者我哋嘅各方面，我哋嘅感情，我哋嘅人際關係去試探我哋。所有嘢可以被魔鬼去用嚟去逼迫我哋。但係同時，所有嘢都係神嘅掌管當中，萬有喺主耶穌嘅手裏邊，冇一件事冇神嘅旨意係唔會發生。所以，當我哋有呢個嘅看見嘅時候，我哋更加需要互相嘅代禱，互相嘅看守，一同去面對世上各種嘅事情，而讓我哋有盼望，得多種去能夠去成就神嘅旨意，讓我哋得益。王明道先生係中國教會近代一個非常之神重用嘅僕人，佢講到斥責罪惡。佢主張政教分離，佢認為教會要自主，唔俾政府干預，而佢呢啲嘅立場、呢啲嘅主張係受到政府嘅迫害。佢寫一本書叫做《我的50年》，當中講咗佢自己嗰個嘅服侍嘅經歷，亦都講咗佢寫書嘅時候，每本書出版嗰個嘅銷售數量啊，咁樣出版嘅次數咁樣。佢寫書嘅呢個記錄反映出，當佢未被政府逼迫、未被捉拿監禁之前，佢啲書係唔多賣得嘅，每次賣幾千本。但係後來當佢被政府監禁，佢啲書喺中國被禁賣嘅時候，人開始關注佢。佢啲書喺海外被出版，同時非常嘅暢銷，信徒們去了解佢嗰個嘅生平，佢嗰個著作，佢嗰啲嘅講章，好有得着。同時佢呢啲嘅書入海外印刷之後，被運翻中國，喺中國內地裏邊，亦都會幫助好多信徒。一個傳道人，一個神嘅僕人，佢被監禁係魔鬼嘅行動。但係同時，神用呢啲嘅一切，讓神嘅國度得以擴張，讓信徒們更加被激勵、被造就。神叫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嘅人得益處。我哋今日點樣睇呢個福音呢？點樣睇我哋嘅生命？我哋點參與呢場屬靈嘅爭戰？至少我自己都有一個好大嘅提醒，我哋傳福音嘅時候，我哋係講啲乜嘢？我哋好多時話信耶穌得永生，但係我睇完啲經文之後，我體會到，其實福音嗰個最大嘅寶貝並唔係永生，係同神嘅關係，係能夠被主耶穌
代禱紀念，而體驗到萬事係幫助我個生命成長，而我呢個生命應該係以主耶穌為榜樣。即係我哋去傳福音嘅時候，我哋係高舉主耶穌個生命啊，定係永生呢？邊樣嘢寶貴啲？邊樣嘢看重啲？邊樣嘢係主耶穌希望能夠去係成就嘅咧？同時讓我哋真係互相嘅去服侍，互相嘅看守，因為面對邪惡嘅勢力，唔係我哋單打獨鬥可以抵抗，係我哋應該要互相紀念，互相嘅去支持，互相嘅守候。求主幫助我哋同心嘅祈禱。親愛主耶穌基督，多謝你俾我哋喺你面前認識到你係如何嘅愛我哋。你愛我哋到底，今日你都依然嘅愛我哋，為我哋不斷嘅作出犧牲嘅服侍。求主俾我哋能夠真係得着鼓勵，願意面對自己嘅黑暗，願意面對自己嗰個嘅罪，願意面對自己嗰個嘅無能同有限，同時願意去接受主耶穌嘅幫助，同埋弟兄姊妹嘅幫助。好多時候我哋以為自己搞得掂，但其實我哋係需要幫助，因為我哋需要與主有份，亦都需要能夠真係同弟兄姊妹一同嘅去面對，同心跟隨主耶穌基督呢一位得勝嘅羔羊。求主幫助我哋，奉主耶穌名求，阿門。弟兄姊妹請起立，我哋一齊唱回應詩。常聽說世界愛沒長久，哪裏會有愛無盡頭？塵俗的愛只在乎神擁有，一刻燦爛便要走，而我卻確信愛是恆久。跟住我哋去一同領受聖餐嘅時間，我哋教會嘅聖餐係歡迎所有已經受水禮嘅弟兄姊妹同領受嘅。如果你未受水禮，可以留步一同去紀念主，但係請你唔好攞呢個餅同杯。如果你已經係受咗洗禮嘅話，而你冇呢個餅同杯，你可以舉手，我哋嘅招待會真係傳俾你。盼望用呢段時間，我哋能夠真係傳承呢個預苦期嘅一個傳統。我哋同主耶穌合一，藉住領受呢個餅同杯，我哋
學習主嘅榜樣，同主耶穌結合，與佢同死同復活。而我哋需要做嘅係，我哋要反省自己嘅罪，因為主耶穌係神所設嘅羔羊，係神所設立嘅救恩，係要背負世人嘅罪而設立嘅。所以讓我哋呢刻喺神面前反省自己。如果我哋真係要話，我哋要跟隨主，我哋要活出主耶穌生命嘅時候，有啲咩仲難咗我哋嘅咧？呢刻我哋喺神面前承認自己嘅罪，神會願意去用佢嘅寶血，用主耶穌嘅寶血去塗抹我哋嘅罪，將我哋洗淨，讓我哋成為潔淨，可以被主使用，成為合乎主用嘅器皿。我哋用以下時間一同嘅去默想，去思想主耶穌嘅呢個贖罪，亦都喺神面前，我哋真係省察自己。喺你面前，任何嘅罪，我哋喺你面前坦然承認嘅時候，你都會寬恕，亦都會去赦免。如果我哋過往有啲咩嘢嘅罪，喺你面前認罪之後，被你寬恕、被你堅固、被你幫助之下，我哋能夠真係擺脫嘅時候，求主幫助我哋能夠真係去高舉你。我哋係一班好多時候，我哋忘恩負義，我哋有任何嘅成長，我哋有任何嘅改變，我哋好多時忘記咗歸榮耀與你，更加忘記咗去幫助嗰啲現今喺嗰啲狀況當中有掙扎嘅人。因為我哋好多時，我哋唔願意去提及自己過往嗰啲嘅問題。我哋認為過去就算數，結果我哋冇成為別人嘅幫助，我哋冇讓主耶穌得着榮耀同稱讚。求主俾我哋能夠真係敞開自己，成為神你用嘅器皿，去幫助其他弟兄姊妹喺你面前一同嘅去追求成長，一同嘅去追求成聖。活一個透明嘅生命，活一個高舉主耶穌嘅生命。求主幫助，奉主耶穌名求，阿門。我哋首先打開我哋呢個嘅杯嘅底部，攞出呢塊嘅餅。主耶穌話：呢個係我身體為你所寫嘅，我哋同心嘅領受。再搣開嗰個杯嘅上面，主耶穌話：呢個係我救贖多人所流出嘅寶血，願我哋同心嘅領受。請站立，我哋一同嘅領受祝福。我哋嘅主耶穌基督
當我哋喺你面前一同領受聖餐嘅時候，表示我哋願意同你聯合，求主你嘅靈、你嘅能力幫助我哋同心合一，一同嘅去高舉主耶穌，一同嘅去榮耀神你自己，一同嘅去得勝魔鬼嘅權勢，讓我哋能夠成為聖潔嘅群體，得蒙你嘅使用，迎接你嘅再嚟。願意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引領，與我哋眾人同在，從今直到永遠。阿門。但願榮耀歸於父子聖靈，父子聖靈，起初這樣，現在這樣，以後也這樣，永無窮盡。請坐。交時間俾葉傳道做歡迎同報告。弟兄姊妹平安，你同你身邊嘅朋友或者弟兄姊妹打下招呼好冇？係啊，我想請問咧，在座當中有冇新嚟或者好耐冇翻嚟嘅來賓或者弟兄姊妹呢？如果冇咧，咁我哋係啦，都彼此問安下。咁而家咧係教會嘅報告啦。第一個就係啦，我哋Louis 傳道同埋佢太太 Helen 啦。咁佢哋咧就我哋之前公佈佢已經即係神賜下佢嘅一個兒子俾佢哋啦，叫做軒樂。咁咧都繼續為佢哋嘅家庭去祝福同埋禱告啦嚇，因為即係初生嘅孩子，相信佢哋都好大嘅體力啊，或者要好多時間去照顧，咁所以咧我哋一齊咧為佢哋嘅家庭去守望。咁跟住咧就係嚟緊咧，我哋4月13號，即係下個星期咧有街頭報道啦。咁如果弟兄姊妹你哋有興趣或者你哋咧有心想去參與去服侍咧，咁請聯絡阿 Joyce 同埋阿趙傳道。咁跟住咧就係啦，咁我哋今年咧都會再去非洲嘅剛果啦，咁去有個短宣隊嘅，係一個眼科嘅醫院啦。咁為期3個半星期嘅，咁所以咧都希望即係如果弟兄姊妹你有興趣，你想去呢個地方去幫手參與嘅咧，咁咧就可以上去我哋嘅呢度冇報名。OK， 咁咧即係都可以咧去參與嘅，不過咧就係要喺個網站或者你聯絡我哋任何一個 mission 嘅即係差傳部嘅委員啦，你都可以聯絡我嘅，咁我都可以即係俾啲資料你哋嘅嚇。咁跟住咧就係我哋嚟緊星期2咧係我哋嘅祈禱會啦，咁祈禱會即係為教會弟兄姊妹去守望嘅。咁咧希望弟兄姊妹咧你哋可以去參加，咁咧呢個係我哋嘅 Zoom link 啦，咁希望你哋可以去願意嘅去參與。咁咧今日嘅報告咧就係咁多。咁如果係啦，咁大家咧就可以默禱之後散會嘅。